2026年8月8日，路德記第一章。在士師統治期間，國內發生了饑荒。有一個人帶着妻子和兩個兒子，從猶大的伯利恆前往摩押地去，寄居在那裏。這個人名叫以利米勒，妻子名叫拿俄米，兩個兒子叫馬倫和基連，都是猶大伯利恆的以法他人。他們到了摩押地，就在那裏住下來了。後來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去世了，留下他和兩個兒子。他們娶了摩押女子作妻子，一個名叫俄爾巴，一個名叫路德。他們在那裏住了約有10年。後來馬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，留下拿俄米，既沒有了兩個兒子，又沒有了丈夫。拿俄米還在摩押地的時候，因為聽說耶和華眷顧他的子民，賜糧食給他們，就帶着兩個媳婦動身從摩押地回來。他離開居住的地方，兩個媳婦也隨他出發，要回到猶大地去。拿俄米對兩個媳婦說：去吧，你們還是各自回娘家吧。願耶和華恩待你們，像你們善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樣。願耶和華使你們各人有機會再嫁，找到歸宿。跟着親吻他們，他們就發聲大哭，說：不，我們一定要跟你一起回到你同胞那裏去。拿俄米說：我女兒啊，你們回去吧。為什麼要跟我去呢？我肚子裏還有兒子作你們的丈夫嗎？走吧，我女兒啊，你們回去吧，因為我太老，不能嫁人了。就算我說我還有希望，今天晚上有個丈夫，又生兒子，你們可以等到他們長大嗎？你們可以為他們守節而不嫁人嗎？不行，我女兒啊，我為你們非常難過，因為耶和華伸手對付我。他們又放聲大哭，俄爾巴就和婆婆吻別，路德卻捨不得離開拿俄米。拿俄米說：你看，你嫂嫂已經回到他同胞和他的神那裏去了，你也跟着嫂嫂回去吧。路德說：請不要逼我離開你回去，不跟從你。你到哪裏去，我也要到哪裏去。你在哪裏過夜，我也要在哪裏過夜。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死在哪裏，我也要死在哪裏，葬在哪裏。除非死亡把你我分離，如果我離開你，願耶和華加倍懲罰我。拿俄米看路德堅決要跟他走，就不再多費唇舌了。他們雙雙上路，來到伯利恆。他們到達的時候，全城都因他們的緣故騷動起來。婦女們說：這是拿俄米嗎？拿俄米對他們說：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馬拉吧，因為全能者使我吃盡了苦頭。我滿滿地出去，耶和華卻使我空空地回來。你們為什麼還叫我拿俄米呢？耶和華折磨我，全能者加害於我。拿俄米就這樣回來了。他媳婦摩押女子路德隨着他從摩押地回來。他們到達伯利恆，正是開始收割大麥的時候。讓我哋一齊祈禱，立志讀經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藉住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。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睇似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，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。
求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睇見你話語嘅奧妙，好使我每日靠着主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喺聖靈嘅引導下，閱讀同思想你嘅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